对着新住民来讲，因为婚姻来台湾展开新的生活，除了适应环境，嘛希望拥有一技之长来帮助家庭。其中来台湾已经20档的阮以贤，因为爱水想要学美容，加上减卖服装，就希望加一点生活收入。等于接触静心生机以后，介意相关的技术甲产品，所以决心投入，还是过程比一般人认真打拼。今年5月都要顺利通过丙级证照，嘛进一步完成创业的梦想。因为之前我有去办活动，后来朋友带去老师那边发表会，我有躺下去做体验的脸啊，我觉得我的脸很嫩，又很白很透亮，皮肤很漂亮这样，后来我就跟老师学习这样，那时候很有兴趣，要跟老师报名去学。现在阮以贤不管皮肤美白、青条啊，或者是保湿，拢真熟手。加上伊过去冇学习俩零帮上的功夫，互家己的越南姊妹啊，拢先来找伊服务，相当娱乐。本来黑斑蛮多的啦，后来这个小姐帮我用，我很开心。真的很棒，这个产品很棒，所以你会持续想要服务就对了。对，改天我会常常过来。对着有心创业的新住民，静心生机嘛规划一套专属的课程，互因伫25点钟的训练以后，得当取得丙级证照。艺术总监伫新住民创业以后，嘛专程来关心，持续辅导。我们会教新住民的课程就有2种方式，一个是科技美容，一个就是行动美容的 SOP 的流程，会有一些差异化。那我们一般民众他对这个部分他也是会，只是说没有像我们新住民他们真的来台湾独立，就是说嫁来台湾真的是无助的部分，都会找很多姐妹团结一起来学，然后一起来让他做，然后大家有多一点生活的收入。日前，台南市民政局结下静心生机，主要伫6区的户政事所布置浪漫的结婚专区，也限量提供结婚新人免费做面的服务。不过，嘉南南区都有50位实在做走袂离，所以希望伫暑假招募有志来免费训练。我们利用这次的暑假班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学习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民众，或者说我们一些上班族的，可以来多学这些技能，然后未来可以培养在我们所有的各区的户政的区点，来帮我们这些新娘子做婚前服务的一个保养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洽询我们这些是有免费的一个专线，来跟我们合作一下。伫台湾落地生根的越南新住民，将兴趣变成一技之长，嘛用美容创业拍开家己的一片天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